那不做工作的嘞，那那时候我这的，念了，家人对我鼓足的是吧？那么当我们准备样了，恰菜咯，看见咯的米的，人家南大这些，今年对跟这些事情，你个都讲来关心，看到这边转让么子，民族东年几十万。着作关了不起，大致养老出去养点松，周大切着牛毛年龙来给家着这在紧。马的没事东安牛屋今年就在这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村元旦绿洲也是托儿过。就当就你元旦大路民生江北养老的。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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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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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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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也去了二十去，大陆地母门把入山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耶，老者宝贝那娃在读书。对，不用影片，今天直接，哎，录真卡不着。当然录真卡不当然。对，没错是这个。啊，录真卡吧。录真卡吧的木腿，我们继续嘛，在那个电影里面的对话。那这个影片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过了，上个礼拜看的影片之后，后来我们就上个礼拜的内容，所以本来这个是上周的课程的内容，对不对？但是上周没有上。我们先看名词了，生词。阿里阿里，健康健康健康，脏吗脏吗？索瓦索瓦，阿里是美国嘛？它藏文里面讲阿里是美国。哦，嵇康，这个嵇康本来是你们那个的翻译是我这边有改我翻成什么了？这是宫廷所是吧？宫廷宫廷什么？这个嵇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嵇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鸡巴就是公众的鸡巴，那个康是康吧，是公众的聚会所。哎，哦，可以说宫廷所吗？宫，我你看得出。哦，这聚会所是可以吗？比较，所以鸡就是本身是公众的鸡巴，我们说鸡巴，给了吧鸡巴，我们通常会公众的这个公家的是鸡巴吗？公家的话是鸡巴，那如果是个人的话，我们就会说 get 吧，私人的 get 吧，get 吧是私人，鸡巴是公众。哦，get 吧的鸡巴 get 鸡巴，鸡 get 鸡巴的 get 鸡 get，康是房子嘛，所以对，萨康是餐厅嘛，所以
跟公众跟康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房子是大家公众用的，所以吉康。所以只要是公众，这是指公众聚会的地方，还是说政府的单位都是公众的就可以叫吉康？都，这个也不算吉康的话，也不需要是政府的单位的。像我们在比方说像你们区域，比方说一个区域，就是说松山区域有一个区公所，他自己这个区域的人一起用的。比如说李明中心那种，哦哦活动哦中心那种。对对。所以这个记呢，就我们上讲是个人跟集体的嘛，记。那你这个记后面是后面加一个 sim， 记 sim 就是心嘛，啊，记 sim 给 sim 私心啊，私心就是给 sim， 记 sim 就会利他人的这种心，就是记 sim。你不会想自己，会想他人吗？那记 sim。那他人的事情的利他的事情是记吞，就是你个人的事的话，你会想给吞嘛？给吞，他那吞那吞给吞。你个人的事的话，吞是事情嘛？你个人的话给吞。那如果是刚刚讲到给 sim， 给 sim 是私心，记 sim 利他的心，记吞利他的事情，记吞。这个嘛，名词，记吧，给吧，私人啊，那公众的利益跟私人的利益呢？记吞给吞，公众利益嘛，对，公众的利益，利益就是偏晕嘛，那偏晕嘛，给了个偏晕，级别偏晕，级别啊，偏晕，级别偏晕，公众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啊。偏晕的也可以，你也可以说偏极偏偏啊，对，可以啊，级别偏晕，公家的利益，级别偏晕，给了个偏晕。我刚刚想到了有另外一次极偏，你就说极偏也可以啊，极偏给了偏，极偏呢给了偏，极偏就是公家的利益，给了偏就是私家那个个人的利益，公众的事是鸡吞可以啊，鸡吞，公众的事是鸡吞的你做这件事是公众的事的话，就是也不是利他的事嘛。你做的事不是个人的事，你做的是公众的事情。我在做公众的事情，那就是不是利他吗？
哦，集团，集团，哦，集团，哦，你在做工作，那集团，集团，啊、集团，集团，公众的事就是集团。哦，那我刚刚把一起说上去了，就是你做这了公众的事情，就是利他的事嘛。这件事就是利他的，啊，单一的公众的事就是集团，对，集团，集团。你在做利他的事，你集团七个月，集团七个月，那你在做利他的事情了。你单一讲公众的事，我就是集团，集团，集团，私人的事。几个人是做对，因为集团集团是一个名词嘛，没有动词。几个人是做这件事，所以集团几个人，集团几个人，或集团几个月，集团几个月。我在做公众的事，我在做私人的事，集团几个月。这种可以了吗？啊，脏嘛就是干净嘛，脏嘛。哎，脏嘛，干净啊，跟中文上面吗？啊，很脏，对对对，脏，对，你要去记住这很脏哦。藏文里面是干净，脏吗？脏，对，脏吗？这比较容易记吧？脏，脏吗？啊，康巴脏吗？是吧？康巴脏吗？是吧？土落脏吗？土落就是衣服嘛，衣服哦，脏吗？明度，哦，土落脏吗？明度，衣服不干净嘛，土落脏吗？明度，说啊，就是做这件事吧，脏么说是吧？脏么说是吧？脏么说，健康脏么说哦，健康脏么说就一个造句了，健康脏么说，打扫，但这个干净的把脏么说把它理解成打扫了，打扫聚会所，这个是动词，所有是动词，嗯，干净吗？名词，脏吗？OK，阿里阿里阿里，有。一般是 America 是不是？啊，藏文就直接用了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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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像你们的那个是啊，或者是安内啊，你们是台语安内吗？是，好像是这个安内是吧？是啊，对，阿里，啊，阿里日贝是吗？啊，索木，索木，啊，姑姑啊，索木，啊索木是，嗯，哎，是吗？那姑姑是爸爸的姐妹吗？我们这个是松木是妈妈的姐妹会上松木，那就阿姨嘛，那就是写成阿姨。呃，爸爸的是安妮，安妮，啊是安妮，安妮啊，那姑姑是爸爸的家人，阿姨是外人，是不是？嗯，那这个改成阿姨。哎，我有问松姑姑。
索莫拉就是索莫拉就是妈妈的那个阿姨啊。冲度冲度冲度，开会嘛，对，错本身是有句的意思嘛，那个错出吧出吧出吧啊，吵架出不业。那我们藏文有一个后面有个动词，就吵架出不业。那派的才是出，派的才是藏文的那个是出吧出吧，这是出吧，发音不一样啊。阿列阿列，松木松木，冲度出吧啊。那这个康看一下，康啊，嵇康，我们刚刚是不对？嵇康是聚会所啊，大会堂聚会大会堂也可以嘛啊，嵇康，然后是罗康，罗康是教室嘛，罗康sim康卧室。或者是家的进程也是sim康。ke랑 sim康卡巴的，ke랑 기 sim康卡，你家在哪里？ke랑 기 sim康卡巴的，就是敬语的用的。sim 就是睡嘛，sim康，撒康啊，餐厅啊，是吧？贴康都顺都会讲撒康，小食堂也会讲撒康。对，缺康佛堂嘛，贴康刚刚念了，贴康就书店，编最康对，编最康，图书馆是编最康。编最康嘛，图书馆是编最康。冲康贴冲康就是贴跟冲康就是卖书的商店啊。冲康缺康贴康撒康sim康罗康嵇康。那这个电影里面的对话，我们那个影片里面的对话，阿妈影，他是在讲电话嘛？电话里面说，是妈妈，阿妈影，2년等个月，2년等个月哦，这个不用，2년等个月，阿古拉杜给，这个不写也可以，不。阿妈也是妈妈，对不对？我是妈妈，阿妈也。2년等个月，2刚刚是讲美国嘛，等个月就是打，所以美国打来的。年是从嘛，从美国打来的。2년等个月，这边的当就是打电话的打嘛，
啊。当有很多意思，但这里的当呢，就是打电话啊。摩托当也是这个当嘛，开车也是用这个当。欧拉杜给啊，叔叔在家吗？对不对？欧拉杜给，叔叔在吗？啊，欧拉杜给，欧拉杜给，阿玛拉杜给，巴拉杜给，干拉杜给，哦，杜给的就是在吗？对不对？啊，所以意思是在家吗？是，那这里是在用了的是家，但是杜给是你是在问哪里是就。在哪里是意思？学校的话在学校吗？卡雷，卡雷，什么？对不对？卡雷啊，时间脏吗？所了，庆祝，庆祝是爱，庆祝是爱。这里的谁呢？那讲话不会可以说庆祝谁？庆祝是爱，庆祝是爱。阿嘞，时间脏么说了？庆祝是爱。所以时间就刚刚讲到了那个聚会所或大会堂，大会堂。那脏么说？脏么我们刚刚翻成了脏么本身是干净，那这里是它是我们要说翻译成打扫。所以你说他去打扫大会堂了，他去打扫大会堂，或者我们说他去打扫教室啊啊。哦，落光张某说我轻松，然后是去打扫家，男张某说我轻松是吧？男张某说我轻松啊。哦，你看张某说我轻松，你看卧室嘛，你看张某说我轻松，啊，心康对啊，心康张某说我轻松啊。轻松就已经去了嘛，心康张某说我轻松。心康张某说我轻松，你们刚刚讲的是去打扫家，对？问的话是怎么问呢？他去打扫佛堂了吗？空去看说我轻轻松哎，对，就后面加个哎，去看张某说我轻松哎啊，空去看张某说我轻松哎，啦，不用。空去看张某说我轻松哎，他就是说他去打扫佛堂了吗？是吧？啊，这个问题是要用空气，你要不用刻意，不用说空气，去看张某说轻松也不用空，去看张某说轻松也，你就对话的时候，你直接可以这样去讲，空去看张某说轻松也，你如果是要讲要他是动词，他去做这件事，那空气去看张某说轻松也，刻意这样去说嘛。那么讲话的时候，你就直接讲他去打扫了吗？空去看张某说轻松也。아니, 소몰라 두개, 소몰라 두개, 소몰라, 게임기, 손도로轻松, 소몰라, 게임기, 손도로, 轻松哎，这个 s 也是一个问句，问哎，소몰라, 게임기, 손도 轻松哎。啊，
轻松爱，这也是轻松爱，轻松爱。这个轻松爱是虽然是问，但是肯定就是他已经跟你讲了，他已经说，阿姨阿姨去村里开会了，你再次问他啊，你说是阿姨去村里开会了吗？就是这种的一个爱，轻松爱，就是他已经跟你讲了，你再次跟他问，什个面爱啊？你是什个银币？就是你什个银币要吃吗？对不对？什个银币，什个银币要吃吗？是不是？通个银币是要喝吗？那通个米哎，什个米哎不吃？你说不吃吗？啊，什个银哎是就是你要吃吗？你说吃吗？就是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回复，你就再次问的时候就用这个 a， 这个 a 的用法理解吗？虽然它是一个问句，但是口语里面讲这句，在一个确认的语句。冲突是开会，这啊，这边的 camp 是村，他他们对话里面就用 camp 嘛，因为他是答印度嘛，印度的藏人。那印度呢，我们不是在印度居住的地方有 camp 唐波 camp 尼巴 camp 松波，就是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是有嘛，所以都会就用了这个，以及习惯上用了 camp。在南部藏人居住的地方呢，都是一村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藏人居住的地方啊，对，就距离比较远，从这边一村到二村的话，坐车差不多有时候是5分钟，坐火车坐车的话，坐5分钟才会到，就是距离。所以每个都是一村、二村是这样命名的。然后他就问了：阿尼索姆拉读也就是阿姨在吗？对不对？阿姨在吗？索姆拉 game 冲突轻松，所以阿姨去参加村里的会议。冲突就是会议。cam 为什么你念起来，我听起来你会有一个 on 的音，冲都，可是拼音没有那个拿，或是对。冲突 game冲突了，冲突了。다시 합쳐 두라冲突了，冲突了。你说这个变成了发音是冲突了啊，这是刻意问啊，冲突就是你对你的说差哪错过是我的速度，对不对？速度是他念出的时候不是用速度，就对，冲突了，OK，啊你，舅舅预备，哦，舅舅是哥哥嘛，对，阿佳是姐姐，舅舅是卡嘞，羊，出国叫什么是哎，羊，出国叫什么是哎，羊出国叫什么是哎。
这个人用哎，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听了，他讲对话的时候呢，对方讲吵架了，他再确认啊啊，又吵架了吗？你说又吵架了，意思这个，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没有说你说我中文是加上去比较听得懂嘛，你说大哥又吵架了啊。아니 주저유배 가래 양쪽밖에 없으면서 애 양쪽밖에 없으면서 애 아,拼错了吧？HEL，他就是他那个讲电话嘛，哎，hello，他就，这个拼错了。别杀，gemba，冲嘎，我们那个里面漏了一个萨，对不对？冲嘎啊，漏了一个萨，冲嘎，你们要加上去，冲嘎，攻打，这里应该是漏了一个萨，攻打，这边应该要攻打，因为是在讲心嘛，抱歉，好，现在是因为这个弓是晚上拱木晚上的时候我们是说拱木嘛。好，现在我们别杀就是糟糕，对不对？别杀下，哇，糟糕了攻打是不是？因为这个呢，弓是晚上的是拱木，这个是晚上拱木，那后面加一个杀是新的那个敬语，弓。gemba 就是大的冲gemba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选吧 gemba 当选吧gemba 就是大的小孩就 gemba 嘛，那选吧就是年轻的说有两个小孩大宝小宝那 gemba 出个 gemba 出个冲出个选吧冲嘎就生日嘛，就生日不讲敬语的话 gega 是吧 gega 这是冲是生的意思，如果是不讲敬语的话是 gega 萨嘎达盖讲 gega 我们自己不会说自己冲嘎，是不是？自己的生日我们说 gega 嘎在这边嘛 gega 那如果是对别人冲嘎，尤其我们每年都7月6号是过尊者的生日，我们直接说冲嘎冲嘎孔斯丘给冲嘎尊者的生日，孔斯丘给冲嘎光大是吧？这里加一个是光大，抱歉拱棒嘛冲拱棒嘛冲抱歉，对不起，那光大是一样，光大拱棒嘛冲你们都有早期都学过了是拱棒嘛冲哈拱嘛冲
哈公么是？第二个公巴马冲。公巴马冲。就是公模式这个虽然是对，抱歉，广大就是完全纯粹是广大就完全广大纯粹是就是你道歉啊，广大吧，抱歉啊。那如果广播嘛是广播送，就是你要是借过一下嘛，借过广播嘛送，你就也会这样是吧？也会有点像 excuse me 啊。也甚至广播马送，你也可以就是真正道歉，也是说广播马送，但是另一个用法是就是要借过一下叫广播马送，就是那的，rik rik rik kewa yuksho juba rik 是种类，它是种姓，是吧？geri puri 这些都是 rik 嘛。汉族、藏族时候是 puri 藏族，geri 汉族，对不对？rik rik 上面的有各种的种类，rik 上面的mirik 上面的民族，mirik 加一个咪的话，mirik 民族。kewa 是这边是一个是确定，或是偏向那我们看前后句子来去，它是我们的对话里面的 kewa 是偏向，偏向，就是你的个性啊，就是这个儿子的个性有点跟妈妈的个性一样啊，这个个性是跟爸爸的个性一样，那这个对话里面会讲到这个 kewa 就用偏向，优秀就算了优秀算了不买，优秀牛个面优秀十个面，算了不吃了优秀十个面举报就是抓，被抓举报。那 kewa 是 的 kewa 就是刚好遇见，就是碰巧的 ke 这个 ke 我们有 kewa 什么 kewa 有时候刚巧碰巧的话，我的 ke 吧，的 ke 就是碰巧的 ke 不是刻意，这是碰巧了。的 ke 是你看刚刚那个 rik 我们再看那个 rik lyric 这个识别就是职别，对不起，职别，le 就是做你的职业嘛，或者是我们那个le就是业嘛，业两个，对，这个le业果连接，这个也是这个。那我们今天是这里 lyric mirik
米粒啊，米粒就是民族嘛。普利普利格利格利苏利苏利啊，蒙族嘛啊，汉族藏族。舍利舍利食物的品相啊。格利格利语言的种类，所以这个 rig 的话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拼。格利格利舍利舍利苏利苏利格利格利普利普利米利米利레리 레리 걔랑 미리 가르래. 걔랑 미리 가르래. 아 게리래. 아 게리래. 아 걔랑도 미리 가르래. 걔랑도 미리 가르래. 난도 게리래. 난도 게리래. 아 걔랑 레리 가르래. 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职别嘛？걔랑 레리 가르래. 암지리 기계리 멤버리 这就会这样回复嘛。我们休息。印度族怎么说？印度。同因为印度全部都加哈的加密都有加嘛。那比较说明加哈的。对，就是它格力的话，就其实印度族也是格力，那就你要说你要有两个嘛，加密加哈的，那你说格力是如果在大部分是格力，就是如果在西藏的话是格力的话是汉族嘛，那在印度的话格力的是呢，缩写的话它是印度族。那在前面说明一点的话，那就是加哈格力就比较清楚了嘛，加哈格力啊，其实印度它有很多种姓嘛，长西里啊，长西里给布里给里长西里啊，就好种姓制度嘛，它有很多哦。印度里面的话，如果是这样问的话，他一定会讲到他是属于什么种姓的啊。好，对话里面就别撒下，就别撒下，我让你给不给不提，我让你给不给不提，是吧？这边的就是我们有刚刚讲到的，就是有一个是大哥啊，也是就，那他是对他自己的老公讲了就，所以这是老公，他自己老公，出大事了，别撒下，糟糕，就是意思出大事了啊，就别撒下，出大事了，我就直接说成出大事了。我让你不给把的，我们两个的，我两个大儿子，我让你是我们两个嘛，我们两个的给不给吧，大儿子不给吧我们两个不给吧，铁这是有做过对，他做了什么事呢？据说是给上谁了嘛？谁听说了嘛？所以我就据说，冲嘎这边漏了一个啥？冲嘎广大这里也漏了个啥？冲嘎这个没有漏啥？广大对不起，前面那个广大是对的，不是广大。
前面那个不会加上，因为广塔就是广大就是晚上嘛，我那个没有错，广塔是抱歉，但是一定要说一个撒，那个是他讲到晚上，广大就是没错，生字没有错啊，我把理解成那个抱歉，如果加个撒的话，广大就是抱歉，没有加撒的话是抱歉的，那没有加撒就是晚上，公就是晚上嘛，晚上啊。如果你中文不改，你也可以把那个藏文加一个撒，就是广大就是抱歉嘛，啊。这样理清楚吗？一个是因为刚刚我们在生字里面呢是在广塔，广塔就是抱歉嘛。那我们这边是广大，是晚上，广木大广大是一样嘛？广木晚上嘛，广大也是。大部分藏人里面，冲嘎都是理解成尊者的生日。我们西藏人全部过这个生日嘛，所以冲嘎广大是尊者的生日那天晚上。广大铁人嘛，广大的生日那天晚上，谁的生日呢？那我们就是讲的是尊者的生日。当然，这个里面没有提到尊者，藏文里面没有提到尊者两个字，但是我们一般藏人区域里面，冲嘎指的都是尊者生日。出波劫小事就是吵架了，对不对？出波劫小事，出波劫松事啊。右这里有个右，对不对？羊嘛，这边前面这个右是前面那个羊，又吵架了。啊，那他就会，他阿面里开我的，他阿面里开我的，他阿面里开我的。所以阿美丽就是妈妈的性格嘛，这里我们的不要翻成种姓，这里的就是性格，妈妈的性格就跟妈妈的性格一样了。可能妈妈也是就众多人吵架的人，所以她老公说就妈妈的性格一样了。她阿美丽开我的，所以开我的偏向嘛，我刚刚翻成了偏向，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讲到，这妈妈跟妈妈的性格一样了啊。什么样跟妈妈性格偏向妈妈的性格？玉手算了啊，玉手啊，就算的意思对。他提嘞，捏扑的，他提嘞，捏扑的，布鲁斯基。居民呢？居民啊，他提嘞，捏菩提，布里斯基，居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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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语句是什么？居民啊，这个啊也是一个疑问，自己的一个疑问，好像不是有警察抓。居民自己，他提嘞就是他提嘞这不管怎样，他提嘞，就是因为希望我儿子没有被警察抓到嘛，所以布里斯是警察，是不是？
police 居民呐他的嘞眼不的 police 给居本门呐没 police 给居本门呐他的嘞眼不的 police 给居本门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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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本就是抓嘛，居本没就是没有被抓，所以他就希望嘛，希望没有被抓，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抓，但是他希望呢，就居本没呢，居本没呢，就是说希望没有抓到，那也可以把那个 Poliski 放前面，然后捏蹼放中间吗？然后会再加居本梅。他的嘞布鲁斯基捏蹼的居本没呢，可以啊，这个不捏蹼给放在中间，对，可以啊。可以，他的嘞布鲁斯基捏蹼的居本呢？这个 key 吗？奏歌，谁抓布鲁斯做这件事嘛？所以是有个奏歌。semte 차근차기 차근차기 맞지 不要惊慌的意思嘛，慌慌张张的，这就慌慌张张就日本节奏，这个 dog 你们也要改一下，我们那个字上面跟这个我改了节奏节奏，这个节奏，接是一个声音，就是掉了一个从树上掉一个水里面，就恰有个恰的声音是接，这个声音的名字，这个那个 dog 就是惊吓，就是有个故事，那个故事的名字叫日本节奏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去仔细去观察，人家说什么你相信的话，那我们就用这个日本节奏马器。这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名字日本节奏，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兔子听到水里面掉了一个果实，他不知道掉了什么，他以为是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怪物会出现，他都没有去回头就跑了嘛。后来知道才是掉了一个叶子而已，那个树叶就是树枝，掉了一个树枝，所以他就没有观察嘛。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一个说成你没有做观察，直接听别人说就相信，所以日本节奏马器，这几个这边着火就是惊吓的意思。中，可用
口牛，我吗？卡贡，口渴嘛，对，卡贡，我吗？曾经或者以前啊，口牛，口就是听，牛就是听过，啥牛？口牛，对不对？这个牛字有领纳，就是听过或者是吃过、看过。单牛，反正动字后面加一个牛，那你是做过，你有经验过的意思啊。骑牛啊，我写过骑牛啊，骑牛啊，讲牛啊，比喻讲牛哎，什么意思？哦，对，学过的比喻讲牛哎，对不对？那对学过佛法吗？能去讲牛哎，对，能去讲牛哎，对，能去讲。去过西藏吗？去了，多牛哎，品种也可以啊，品种了多牛哎，多就是要这个动词嘛，品种多牛哎，对了，对了多牛哎，对了多牛哎，啊，坐过飞机吗？坐是什么动词？现在那个坐不是开你们要当的话，你们要好开过飞机吗？好，用当来表示，来怎么说？那飞机是什么？南住嘛然后呢？南住当用哎，这个当嘛，南住当用哎你们每一个问那个牛都会来问一句做什么事，什么事都有请牛哎，你说那么多当牛哎，你就回复说有，如果有开过的话，当牛，对，当牛，没有开过，当满牛，否定当满牛，对不对？有吃过撒牛，没有吃过撒满牛，对吧？那加前面키랑那么多当牛哎，你们那个牛造句一下，问我问安妮拉，安妮拉，실험용부 장용해. 실험용부 장용해. 실험용부 장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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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嘞. 你们大把录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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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念吗? 录没? 老师. 多久了你听了? 你们大把每日每天. 아니라臭豆腐 상용해. 阿加拉，高雄啦，去牛哎，偏牛哎气牛哎可以啊，左牛哎高雄拿庆总可以这样。看高雄左牛问的时候左牛哎，高雄了偏牛哎或者左牛哎，阿加拉亚瓦瑞波切สี牛哎，สี牛哎吗？是看过。สี牛哎假如我们写了สี牛哎，신용. 通牛。 통용. 或者说节牛，对，因为我们要敬语嘛，节就是节
节纽节啊，节纽，对对对对，节纽。阿加啦，玛莎拉蒂通用耶。哦，对对。我试试看。阿加啦，摸摸啦，手用耶，手用耶。某某吗？某某三用哎，是吗？啊，说吗？说哦，做过某某吗？某某三用哎，包子。那我就说马用耶，哦，手马牛，手马牛。对，没做过没做过。手马牛。是。被抓。牛。中什么？啊？哦，猪牛哎嘛？哦，看猪牛哎，啊，鸡马牛，猪马牛。就地啦，大南沙拉啦，中用耶。哦，对，大龙沙拉专业。达兰萨拉走泳。哦，找牛，找牛，找牛。很多地名啊，不只是大龙沙，啊，印度啊。哦好。阿加啦，甘丹是藏文怎么说？甘甸，甘丹。甘甸广播甘丹贡巴。啦，甘丹贡巴啦，走囧。找牛哎，走囧耶。找牛哎。牛，啄牛，啄牛梅。找牛面，嗯，找牛面，啊，找牛面，冰箱啦，找牛面可以啊，找牦牛也可以啊。通牛。耶，枪。枪通牛哎，枪通牛哎，通牛。通牛哦，通牛，喝过，哦。Germany 啦，啄牛耶。啊，怎么的了找牛哎？九马牛，哦，找马牛，九马牛。找马牛，哦。我问谁？很迫切啦，很迫切啦。那个达朗沙朗边杰康九纽涅。哦，多了一个句子啊。达拉姆萨给编奏康了找牛哎，达拉姆萨给编奏康，达拉姆萨拉的图书馆，有没有去过达拉姆萨拉图书馆？啊，中英语，中英语，天马卡谢中英语，天马卡谢中英语，天马卡谢，去过几次？天康歇九纽。哦，天马卡谢中英语。啊，这个句子的可以，米心，米心，米心，哪不？哪不？这个句子好像米心，我们前面就有，对不对？哦，啊，啊，不是我这个，啊，哎，这个也讲过了。我吗？啊，那么是以前呢、我们是以前，我们是加两个也可以啊。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嘛，我们那卡公就是口渴，卡这边是口嘛。我卡公不读，我口渴，我看不公不读，我卡公不读，哦。因为这个时候要拆开来，卡公会读，卡公读不要一起连在念，不要连在一起念，卡公会读，公会读，卡公会读，公去读，
你口渴吗？是怎么说？ 계란 카 곰깃 2개. 네, 계란 카 곰깃 2개. 口渴喝水，口渴的话喝水，口渴的话喝水。卡곰呢？出动。口渴是这边已经有了嘛？口渴的话出动。卡곰呢？出动。卡곰呢？첩추。是吧？卡곰呢？첩추。敬语嘛。如果是再来进入看是鞋，对不对？鞋곰呢？鞋곰呢？첩추。出是첩嘛。鞋곰呢？첩추。미신 낙보 신나 축제就这就是寻找的意思嘛，所以寻找谁？축제我走，是吧？去寻找谁？축제 신나新本身是树嘛，신나就是森林，신나。낙보黑色，对不对？낙보 미신就是柴火嘛，那彩星也可以吗？财星这边可以吧？应该。那 셈체 마치 是吧？심슈就是勇气或者信心。심슈 마차是不要灰心。심슈 마차不要失去信心的意思심슈 심도担忧嘛的。심첩紧张也是。셈소是安慰嘛。심쿠루是关心。셈체 심슈 심도 심첩 셈소 심쿠루担忧跟担心，中文有什么不一样？差不多嘛。那藏文也差不多啊。심도是有点是有，它两个藏文里面，如果是讲 심태 跟 심도， 심태 就是你比方说担心一件事，就担心有很多事情就担心，很多事他会不会他会不会路上会遇到什么麻烦呢？今天我出门会不会遭到什么？自己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深度就是说，因为你有这样的担心，你自己有忧虑你觉得自己心就很有点，因为这样的一个担心，造成你的心就是有点
痛苦、烦恼。叫深度，深度吧，啊，哦，懂业的读嘛，这是苦，哦，深度。大致上是用法是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是在这里一定要再区分的话，就是比方说，深度嘛去，忧虑，忧虑也可以啊，忧虑，但是用法，比方说两个用法差异的话，你今天你做事，就大家你叫他不要，你因为你放心，我会做得很好。那时候你交代这件事情，我做得很那个时候你会说什么叫马切啊？不太会讲深度马切他先不会用这个深度，因为你叫他放心嘛，放心，所以什么叫马切？你巧，我来做，你放心，我来做，什么叫马切？但那个时候不会讲深度马切但是如果比方说家里的人有一个长辈往生，那你去安慰的时候，你也会说什么马契、深度马契，这两个都会同时，任何两个字都会用。中文也可能也是这样吧，担忧跟担心，变得那是，Ella，싫어啦，싫어，脾信嘛信透了，什么读给？脾信嘛信透了，信嘛信。关于会站稳或不会站稳这方面，你会担心吗？这个时候我不会说担忧嘛，就是担心。什么读给？深度读给？深度不会讲深。对了，什么读？哦，那什么读啥？脾信嘛信透了，什么读啥？什么其中？什么七率多？有多大的担心？什么七率？十大度什么十大度？什么十大度？前呢什么数马恰？什么数马恰？什么数马恰？要有信心，不要灰心。什么数马恰？什么数要有勇气嘛？就是什么数马恰的时候就不要灰心的意思什么数马恰谢谢你的。기란기 샘소 샘쿠 나와 토지치 很好的问题。기란기 샘쿠 나와 토지치 샘쿠 나와 토지치 샘쿠 나와 토지치 토지치 或者说샘쿠切吧，不用敬语的话샘쿠切不嘛샘쿠切吧토지치是吧샘쿠多关心，中文会这么讲吗？多关心，怎么说藏文？多关心。심구로 망잡치， 심구 망잡치， 심구 망잡치。盲藏，盲藏，多一点，盲藏多一点。
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关心他人，心公忙这么起。在这边他就心真马气，不用担心嘛，心真马气，心真马气啊。然这个马气的，然这个马气的，这个，然这个马气的，啊，这个啊。慌慌张张的这种的是这个啊，要做什么就有这种的新闻去这个就是他不要慌慌张张嘛。日本节奏能行，所以这个日本节奏是一个故事的名字，到日本节奏，日本节奏能行。就是兔子听接金花一样，这是接，我把那个直接说，这个不是这个多的意思啊，把那个音呢接。日本节奏能行，日本的中的可用的，日本的中的让日本的中的可用的。让日本的中的可用的啊，这边让是你自己嘛？对，你听过用的就听过嘛？谁的兔子的故事？日本的中兔子的故事，你也写过，我来说，你也写过，俺嘛。口语就是这是俺嘛，其实我嘛啊，那这我会讲到俺嘛从前日本几多啊，有一个兔子，对不对？有日本科是指的是他，那这边是讲日本科卡工呢。新郎郎出走亲不的日本科卡工呢新郎郎出走亲不的兔子口渴因为兔子口渴到森林里去寻找水新娜吗？说的也是。这个那是黑的嘛？那是有很多的是那新娜，那卡萨那。前面那个生字也要加，对，那。卡公布的，安了的发现是卡公布的，卡公布的，卡公布的口渴嘛，插出一遍，对，出通个一遍，对。出通个饮杯，要喝水吗？出通个饮杯出通饮。我们那的日本的中的可用的，
那个话筒我们就刚刚那个日本给种的昆虫了，种的空牛梅，昆虫梅啊，昆虫梅没有听过，没有，昆马牛也可以，昆虫梅两个都可以嘛。昆虫梅就是没听过啊，昆马牛也是没听过，一个否定在前面，一个否定在后面嘛。昆虫梅、昆马牛，听没听过的呗？听没听过的呗？第一次吗？对，听没听过的。哦，对，那的听没听过的。日本介绍给种的昆虫了。昆虫，昆虫哦，可对昆虫，可对昆虫，可对昆虫，可对是什么手吗？对，可对昆虫。啊，对，我，对，哦，我昆虫，我昆虫，对，我昆虫，对，我昆虫，对，没错，还没说过啦。通牛可以啊，可以通牛，这个嘛行哈，全部念一次嘛，等一下我们先搞那个轮流一次。我们从这边拿这个，什么读嘅？罗亚了，什么读嘅？罗亚了，什么读嘅？罗，你们知道吗？读，罗亚。啊？罗亚读这个要担心吗？罗亚啊，那个牙齿我也会。罗亚了，罗就是什么？罗亚了，什么读嘅？什么读？前头罗嘛的，现在那就不用读了，看那个嘛的，前头罗嘛的，哦。写公不对，写公不对，看公不对，写嘛，写是敬语是不是？写公不对，看公不对，啊，所以这取个音呗，所以这取个音呗，喝茶吗？所以这取个音呗，所以这取个音呗，吃东西啊，茶东西，不喝茶。茶东西，所以这是茶嘛，对不对？啊。就对了，日本给种的昆虫哎，种的昆虫哎，啦。空用梅，昆虫梅，昆用梅，啊，昆虫梅，其他昆虫以外，种的昆虫以外，日本种的昆虫以外，昆虫梅，啊，听没听过的呗？第一次吗？啊，对，找不嘞？啊，听过嘞？啊，听没听过？其他俺们昆虫以外，其他俺们昆虫以外，种的其他俺们昆虫以外，俺们昆虫梅，哦，这里听没听过的呗？听没听过的，老少。
카 공부 두 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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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给没？ 공기 민도. 没啊？ 공기 민도. 印度。对，公归民度，这个公嘛，对不对？口渴嘛，口渴，卡公，公归民度。哦，好好，好，我们就前面返回前面。我就认真念了。어디，我来念，你们不用念。어디， 지칸 짱마 소와 알레 소무 촌두 축바 지칸 롭캉 심캉 사캉 탭캉 최캉 총캉 아마이 어린네 땡기유 오 어굴라 두개 가래 지간 짱모 소월 친소스에 알레 아니 소물라 두개 소물라 캠기 총두르 친송에 아니 조조 유배 가래 양 축바 접송스에 뺏싹 겜바 총가르 공다 릭 케와 육쇼 주바 리릭 미릭 퓨릭 결릭 속릭 세릭 기릭 쪼 뺏사샤 나랑이기 부겐버테 양 총가공다 델 촉바 겹송슬 다음에 리켜버리 욕쇼 다딜레 예 부디 폴리스기 주버메나 셈테 차기치기 레퐁 제조 둥 권용 ngoma 칵꼼 미신 낙보 신나 축제 셈체 심슈 심두 심척 셈소 심쿠르 셈제 마치 랑 척이 마치다 रवों चेटो नंशी रा रवों की डुमदी कोन्योंगे nge शेव ngama revon chik duwa revon ko kakomne xingna nang chu zeo qimbari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修心八颂。
다기 심제 탐제라 이신 노부 렐학베 텐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벌 짐바쇼 강도 수당 조베츠 다니 군레 면다신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짐바쇼 전랑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모 게마타 다시머루 제베나 전담 돈에 도버쇼 랑신엔베 심제니 딕도 차베 nen통체 린진 대당 체바신 녀발 가외 진진쇼 달라 신기 차도기 시구라소 미리베 형가랑기 렘바당 개가 셴라 비워쇼 칸라다기 펜다베 레와치와 강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예 담바르 따오쇼 도낭외당 유바이 펜데 마남 군라부 마이 뇌당 동해군 상외 달라 렘바쇼 대다 군장 최계기 도베 팀에 마바시 최근 유마르 체베르 시미 청와 레드쇼 마소 토지시 아 눈다지마 제요 넘버서 공도들레